皇儿思来想去，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。虽然人很聪明，武艺也高强，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。呦，那17、18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？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。可父皇，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，女儿不爱他了。哎呀，年幼就是年幼，今儿想这个，明儿想那个。等你做了母亲，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女儿想悔亲。悔亲哪行啊？朕已经昭告天下，岂能反悔啊？行了，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，啊？没关系的，小两口，成了夫妻就好了，啊？哎，行了，哎，快收了。父皇，父皇走了啊。父皇，公主，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，制裁他呀？治他的罪，我忍心吗？别说他被处斩，就是挨鞭子，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！公主，公主，远看呀，黄河呀，那一条线呀；近看呀，黄河在眼前哟。前半夜嘛想你呀，睡不着觉呀；后半夜想你，天就给亮喽。父王，父王，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？是。啊，父王去传圣旨，明天举行定亲仪式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怎么了？来来来，父王，宗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。这话何来？孩儿去了天波府，亲耳听宗宝说的。你不会撒谎吧？这事儿关系到宗宝的性命，如果圣上信以为真，会给宗宝带来杀身之祸。父王，这事孩儿敢胡说吗？你也不想一想，谁都看见宗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，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？这没有风，它能起浪吗？哎呀，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，怎么会说假话呢？这事儿关系重大。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，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？父王，
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，不仅太君、杨元帅、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。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。娘，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，只有动家法了。宗保的脾气拗啊，你跟他动了家法，那欲速不达呀。可是娘，生命不可违啊！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，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不是还有1天时间呢吗？将计就计呀。八贤王，八王爷，请。您皇兄，您请。太君，请你告诉本王，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？此话怎讲？本王就问，有无此事？说的像真的似的。这谣言传到明天，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。这非儿戏，请您告诉本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兄，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您先坐下来，慢慢说。您请。请。坐。这谣传不可信呐，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，再跟着以讹传讹，这不大合适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本王就问有无此事。这就是真相啊！是啊，王爷。是啊，皇兄。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。太君，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。快去叫宗保啊！哎，快去啊！是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茶呀！上茶。茶，快！哎，来，给我。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，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？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。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，肯定替他们隐瞒。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，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，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？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，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。王爷，请喝茶。八王爷，您还是上座。是啊，您请。杨宗保，叩见八王爷。宗保，本王问你，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？是。那本王再问你，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？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。你，混账！六哥，住手！皇兄，哎呀，六哥，快给王爷看茶。皇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？八王爷，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。王爷想想，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，这恐怕不好吧？
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？皇兄，王爷息怒，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！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，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。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，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？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，老身才没告诉您呢。可事到如今，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。啊！宗保，跪下！你都看到了吧？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！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，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你该知道，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。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，该如何去做，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。哎，到了这一步，只能是将错就错了。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，知道就知道了，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也只能是这样了。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，走哪儿算哪儿吧，八王爷。马都尉，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！哎，这是一言难尽啊！怎么？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什么一言难尽的？天塌下来，哥哥帮你顶着。顶？你顶不住啊！啊？什么事儿顶不住啊？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。啊？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？马兄，此话可当真？嗯。那么，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，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？谁说不是啊？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，不知如何是好啊！马兄，没有爬不过去的山，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。嗯，来，干！干！哎，客官里边请。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，老夫绝饶不了他。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，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。爹，这事儿，闺女已经想通了。从今往后，宗保这事儿，咱不提了啊！不提他，孩子，他跟公主定亲的事，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还能咽下这口气？咽不下也得咽呢。不行啊！这个忘恩负义之人，他就得遭报应啊！咋？爹，宗保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知道，我了解他。爹，我知道您心疼闺女，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？咱要再这么闹下去，宗保必死无疑了。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你老替人家想，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？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，又被人家扔了，啊，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？这让我穆可寨颜面何在呀？寨主，笑就笑吧，爹。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，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，没事儿。你不怕，我怕，我怕。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，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
在这挖来挖去呀！寨主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不能少说。啊，他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，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，我还得忍气吞声？我告诉你，满朝文武怕他，我可不怕他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他。爹，爹不去啊！残忍！在，寨主。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，连夜到汴梁城去，快去！去了以后，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，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。是，寨主说的对，小姐，咱不能忍气吞声，我这就带人进城去，让满城人都知道。站住！孩子，你小姐，小姐。爹，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，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？桂英啊，你从小就争强好胜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？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爱宗保，我爱宗保胜过我自己。为了他，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。那你这辈子就不想？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围着您好不好啊？桂英，傻呀！你太傻了。爹，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，我就是死也足矣了。小姐，爹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会儿。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老身也没法子了。宗保，你都看见了吧？你奶奶、你爹娘和你婶娘、姑姑，都被你逼上了绝路，你不能不妥协了。本王知道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不会让家里为难，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。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，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。明天和你奶奶、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，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。孩子年幼，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。不过，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，啊！宗保既然悔悟了，就不要去责怪他了。你们做些准备，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。王爷说的甚是啊，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。宗保让王爷操心了，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。哎呀，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？这事儿能圆满解决，就都顺心了。杨元帅，你可不准打宗保啊！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，
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。你不待见他，圣上怪罪下来，本王可不替你说情。皇兄，您放心，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，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。把那个拉直点。圣上，这个关那边去。是。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。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，忙完再说吧。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。请说。据可靠消息，杨宗保已和木刻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。什么？此言何来啊？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，马都尉亲口所说。哎，王庆龙，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，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，同心同德呀。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？臣3番2次进言，绝无半点私心，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。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，可臣还是冒死禀报。公主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能不多想吗？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杨宗保和他成了亲，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我知道宗保脾气拗，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。公主，这您就多虑了。杨将军就算再拗，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。您想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老太君、他爹娘，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。他就算再认死理，也禁不住这么多人劝呢。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。公主，您这是说气话，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。杨将军做了蠢事，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呀，都怪那个妖女。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，您就该知道，她为了得到杨将军，会施展多少法术，用尽多少心机。再说，杨将军他毕竟年少，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。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，并非真爱，很可能是出于好奇。等到时间再长一点，就会把他淡忘了。可是我，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，可俗话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，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，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。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，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，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她能怎么着啊？只要公主不在意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。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，只要你严加防范，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。圣上，八县王，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，想欺骗朕吗？这，你们都下去！去！朕叫你来，就是要你查明此事。圣上，臣以为此话不可信。圣上赐婚公主宗保，巩固了圣上的兵权，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。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。
所以才造谣重伤。臣以为，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，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。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？是，圣上您想，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，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，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。臣以为，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，准备明天的仪式。至于天波府的事，您就不要多心了。哎，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？臣以为，别说不可能有，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，也不应该改变日程，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。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。娘，哎，多亏八贤王劝说呀，不然的话，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。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，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，这就水到渠成了。对，八贤王说啊，圣上啊，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，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！该掌灯的掌灯，该结彩的结彩，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。这些事儿啊，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。娘，您老就在房中休息，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。哎呀，哪能睡得着啊？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？好，走。公主，您饿坏了身子，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？不参加也罢，落个清净。公主，您说的这是气话。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，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。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，公主应该多担待，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。可我真不愿意见他。那怎么成呢？海棠知道公主生气，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，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烙下阴影的。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，只要公主宽宏大量，他必感激不尽。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，会对您那更加尊敬的。来，皇儿，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，你可曾听说呀？有还是没有啊？真有此事啊！我杀了他！父皇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？父皇，他冒犯您，罪该万死，但这并不怨宗保啊！不怨杨宗保，怨朕啊！怨皇儿。怨着你吗？怨皇儿修养不够，常常跟宗保发脾气，才使他生厌。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，也不会让父皇为难。你还护着他？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他值得你护着吗？女儿确实不争气，可是，在女儿心中，宗保最好。他冒犯了您，是女儿的过错。父皇要怪罪，就先怪罪女儿吧。你真是糊涂！事到如今，叫朕怎么办呀？啊！仪式正常举行。什么？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？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，啊，嫁给有妇之夫，你不但丢了人格，我也丢了颜面。若不严惩他，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。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，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。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，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，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。杨宗保18岁了，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？公主，父皇，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？当然姓赵，我父亲赵匡胤，你父亲赵匡胤，咱们俩是叔伯兄弟，
那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？圣上知道了真情，微臣不能不说了。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你知道这……臣为了你不失颜面，才不得已而为之啊！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，让朕尽失颜面？哼！可事到如今，只能往好处做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。没想到这杨家，啊，敢这么胆大妄为！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，宗保铸成大错，他们又能如何啊？杨宗保，朕这么器重你啊，你如此大胆妄为，放肆！是啊，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，可他毕竟年少，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，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不过圣上想想，你我18、19岁的时候，不也干过荒唐事吗？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，无法无天。哼，他是无法无天，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，不善权术。要我说，这比善于权谋、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。圣上，静心想一想，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。您坐。八王爷，杨元帅，事态紧急，我刚从皇宫出来，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。圣上怎么说？是啊，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圣上大发雷霆，本王听说，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。哎呀，太监，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，本王都不寒而栗。哎呦，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，可他一怒之下降罪，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啊？别吵！怎么办？是好啊！别吵！王爷，你就直说吧。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？是啊，听太监说，按当时的情形，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。是公主跪地求情，才使圣上怒气稍平啊！哦，真好，是啊，有这样的儿媳妇，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！是啊，确实如此。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。是啊，如果没有公主，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。就是啊，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，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。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。父皇，您还生宗保的气呢？唉，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，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。自古以来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，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。都是皇儿任性，惹父皇生气了。哼，杨宗保这笔账啊，父皇先给他记下，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，那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。父皇，不管怎么说，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。王爷，您就尽管放心，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。王爷，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。是，明天举行定亲仪式，王爷就请放心了。放心吧，放心，你放心。哎呦，对宗保，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。是，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。好，好，八妹呀，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。遵命。快去。宗保，宗保，哎呀，宗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来，哎，我看看，哎，这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
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你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哎呀，这脸又是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松宝，你别动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松宝啊，松宝，哎，我看看，哎，你别走啊！请。娘！啊！娘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宗宝他。啊！宗宝！哎呀！宗宝，你怎么了？宗宝，你怎么了？我的活祖宗啊！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！快起来，起来呀！这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你别着急呀，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。你这样，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？是啊，我能去，不要急。还是不要紧。你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？啊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哎呦，再动啊，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。宗宝，莫急，马上迎将郎中，八妹，快去把医术最好的于先生请来。不能去，这事不能往外传呐！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。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？奶奶给你快开，奶奶给你治，奶奶要是治不好，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迟。娘，娘，小心，慢点，行，不行，也摔了。小心点，行，慢点，再动也摔，宗宝，别摔了，别摔着，慢点，哎，走慢点，宗宝，小心点，哎呦，松儿啊，你再这样腿就摔断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起来，慢点啊！哎呦，松儿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宗宝，快起来，抬腿，哎，对，快，宗宝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来，我客气。我帮你，来，抬腿，这，哎呀，宗宝，哎呀，还活动什么呀？快坐下吧，宗宝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娘，出去！是。娘，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？不用。我也要出去。奶奶，奶奶，你给我站好！我站好，我站不好。哎呀，站好！奶奶干嘛？我的屁股都被你打成两半了。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？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。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，由得了你吗？不，奶奶，你放心，我去。我去。奶奶再逼我去了我还这样。你还这样？你哎呀，我错了！别打了，奶奶，你打我也没用，别打我！别打我，奶奶！奶奶，你打我，我也不是，我不是。父皇，您还生气呢？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，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。父皇，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，你想都想不到。那不是胆大妄为，那是幼稚天真。
幼稚天真。18了还幼稚天真啊？哼！有些钻研权谋的人，18岁已稳重老辣，而宗保天性无邪，正是因为这样，皇儿才喜欢他。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。父皇，您别生气了，要生气，举行完仪式，把宗保叫回来，要打要骂，出气就是了。这